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錯，which is 跳咗15年 popping 嘅一個 freestyle 舞者啦。作為一個 freestyle 嘅街舞舞者嚟講，其實好多時候嘅訓練都係比較好個人嘅。咁但係在於 theatre 嘅訓練或者呢個叫做 hip hop theatre 嘅訓練，佢哋會透過一啲方式啦、模式啦。或者一啲概念去引導你去由零開始，再重新認識一啲舞蹈，或者同你嘅想法去產生聯繫，令到嗰件事係變得更加有張力，同埋更加有表現力。從而令到你會揾到一個原因去表達。For example，一個例子就係如果你有一個諗法，你有一啲想透過藝術創作或者舞蹈創作嚟表達嘅時候，有時候 freestyle 比賽又好，嗰件事係變化係好多嘅，但係你點樣可以 capture， 點樣捉緊呢一啲感覺同埋諗法，令到佢延伸到變成一件10分鐘嘅作品、舞蹈作品或者更長嘅作品去表達出嚟，呢一件事係關鍵嘅。而今次嚟呢度就係了解咗佢哋點樣去帶動 dancer 啦，或者作為一個編舞嘅人，去點樣一步一步地去將佢嘅概念由諗法去到視覺，再轉化到去 movement， 形成一個可以表達到佢諗法嘅一個表現。